结束也有啦，脚影看你一日一个伴，爱一个人什么感觉？我笑你根本知影。 爱水的大酒泉，为你甲大声，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会当换。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，为我甘袂受怎担？是心我最后的办法。 对我，心一个情结束也有啦，脚影看你一日一个伴，爱一个。 什么感觉？吕布，小兄，你别讲了，你紧走。杨小安，现在金明珠在我掌中，你敢忍心家己一人独走？我看你也是束手就擒，要去互老虎动手。哼，你每一次敢是拢要了我？今日我伫你面求情，你咧张图什么？ 你该放开，你要我吗？师傅，杨小安，我来应付就好。唔通惊动到皇上，赶紧动手。是。师傅，杨小安去要走去，赶紧带人去追，若是反映到伊的行踪，杀不下。是。 走。秦明珠，这回是你家己自投罗网，老夫应该好好利用你。你是要创啥？看梁小安安尼，我真就对伊十分的关心。老夫放出风声。 我要将你匹配了，那安尼，梁小安，佮恁大兄就一定会出现。到时阵，因两个人若是出现，这是连赵公迄只老狐狸，也对狐狸当个白出来。你实在真卑鄙！为了达成目的不择手段，这就是老夫做人的本性。来呀！来。 暂时，赶紧在茶房内。是。走。我要等大喜就着。太叔，皇上，拄只吵吵闹闹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启禀皇上。 方才是赵公迄摆的叛徒，想要来行刺皇上，已经被老臣打退了。哦，有什么？哪会知影定伫这个所在？以神之见，可能是有人去互因收买，所以才透露皇上的行踪。要若安尼，不如明日要上庙寺上香，这个代志就该取消。老臣已经沿途布置好势。 请皇上安心前往。杨小安，你走哪去？别混，是你！你真够走，我自昨找到天光，总算我找到。你想要赶尽杀绝？我要杀你，你免怪我，因为我是奉着太师的命令。哼，你要杀我不是一摆，就算太师无下令，你同款嘛是会杀我。 别混，你家己想，你为什么要安尼做？咱熟识，
斗阵也是朋友，这是一段缘分。为什么你一定爱待我？你会当得到什么呢？哼，杨少安，为什么世间上上介好的物件拢互你得到？啊，若是上介歹、上介委屈的代志，拢发生伫我身上。你是咧讲什么？我根本就未了解啊！你根本就无法度了解。我自细汉就是一个孤儿，为什么我一出世都无人听无人爱？父母相母，这是大家拢不得已的代志。何况真纯情，因真家把你带倒去抚养，对你嘛有爱心吗？无对，我是真家大汉，我自细汉就甲明珠做伙佚佗，办公家伙的时阵，伊拢是做我的事。阮两个人是亲妹点嘛，要不自从你出现了啊，你就来变心，你到底是对谁比我较好？你谁来爱着你？这是你的误会。其实阮两个人是意志投合。佮再讲，感情的代志是爱双方面欢甘喜悦。佮再安怎讲，这感情是袂用勉强啊。好，我袂听你的假事。亏伫这个世间上，有你梁少安，就无我廖白云；有我廖白云，就无你梁少安。白云，你不通冲动，你还冷静，咱两个好好来讲者。计划免讲，快点！梁少安，想袂到你有高手甲你斗相共，伊来去什么好讲话？什么人？什么人救我？车，你起来先，我头甲你说多谢。是你。啊，金剑辈，金剑辈，伊哪会昏迷不醒呢？伊中了寒冰症之毒，我帮助伊将毒为太阴经逼出来，毋过起草太阴会使人昏迷不醒。伊即马虽然昏迷，抑管念伊来精神，就表示讲都已经改啊。原来是安尼。梁王子，你是安怎会去白云甲你对杀的？方才若毋是讲我去买药草拄拄着，后果恐吓不堪设想。明珠，伊本来以为真前辈，伊是去互太师掠去，所以千方百计，伊要入去夜馆找找。哪会知影我下身相助，即马明珠已经伊，你是讲真姑娘伊？我惊伊落入太师之手，凶多吉少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代志既然发生啊，即马烦恼对代志拢无帮助，只有等真大个精神再搁讲。其实讲，我最担心的就是明珠伊的安危。真姑娘吉人天相，搁再讲，太师目标是你，佮自己算我，伊无杀伊的道理啊。你嘛拄好趁这机会，伫这所在疗伤，等真大个若精神，再搁做拍算。安尼嘛好。真了精神啊！真前辈，梁少安，你哪走到这？我去互白云对杀，加在伊姑娘救我。真大哥，你即马感觉人安怎？我拢好啊，我即摆精神加足好诶，啊是啥？我身体拢好啊。多谢你哦，伊姑娘。其实我咧做也无求啥物，只要你会当相信讲我对你真正无恶意，我就心满意足啊。我知影。是讲，我拄则去买药草的时阵，拄好拄着梁公主。虽然讲白云伫我的暗地所行走，啊，毋过我听讲伊真紧会找去这所在来。咱即摆上要紧的是离开遮，另外找一个秘密的所在。也毋过，这个所在咱拢毋捌半个人，咱要倒去找一个安全的所在。真大哥，你敢知影有啥物所在较秘密啊？有，我知影有一个真秘密的所在，什么所在？就是赵大人伊目前所住的所在。赵大人，是毋是赵公？对，就是以前的礼部尚书赵公赵大人，而且来去个所在吼，嘛听我探查到迄个珠玉雪碗的秘密，也听我了解讲你是毋是当今的太子殿下。我根本都无希望我是毋是太子，我最希望的是
会当将伊太师太死，替我老爸小妹报仇。你讲的是无毋对啦，因为我感觉啊，当年皇上食暗顿的时阵会去用下毒，甲着你的四大人去用太师，这拢总太师伫幕后伫咧主使。这原来剧中有曲，曲中也有记，恩恩怨怨究竟是何因起？良家冤魂地下哪有知？助我早日将伊太师治。公主的心意我能知，当年血案真稀奇，因果循环有无起，查明真相有天理。天理昭昭有报应，朗朗乾坤有清明。路见不平零责明，迄济亲像总爱行啊，总爱行。安尼讲起来真有道理。来，咱即摆即时启程，来去赵大人所在的所在。爱你也苦，无爱也苦，两项要选，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，对我敢袂受？喂，你遐人有听到无？将我放出去！你若无，我就放火烧这个所在，将我放出去有听到无？喂！哎呦，明珠啊！你自找咱来做咩讲？你要从这个所在放火烧，到时阵连你嘛烧去呢。我即摆是去用拔掉的，要若无我头一条想要做，就是直直性命。哈，我要做动物明星，就是你这种查某就对啦。啊，袂晓我算唔算？啊，大舅是什么情形啊？啊，多较年纪，吼，啊，无我才有钱啊，伊是精神欠你济，啊，是人叫你怪钱是无啦？你嘛共款啊你！你两个人袂有救援，以前讲什么兴劫中医，结果咧是倒位有好康，就对倒一边去也好事。哈，你袂我好心，哎呦，师傅啊，我看伊这是走人了。啊，你，哎呦，好，两个莫安尼搁弯落去，见面就要打，啊，恁两个敢袂晓学小甲吞论一个，哦，足差的，足差的呢。师傅啊，你哪呢？你看伊这是想欺负我，啊，你才讲为伊。哎呀，啊，这就是因为有误会，啊，毋才会冤家，啊，大家若配合好势，毋就代志解决啦。请他无，我互你掠来无要紧，就是我希望你甲我讲，阮阿兄即摆人伫咧倒位，还阁有少安兄，伊是毋是有平安？啊，恁大爷早就离开这个夜馆啦，啊，你敢无拄着伊？哎呀，你无拄着伊，啊，伊是会走去倒安尼？你讲，阮阿兄已经离开这个所在，要让你少安兄咧？现兄嘞，哈，你有够热吗？我鸡皮疙瘩起来，我不跟你讲。你，我喏，这玩意你在生气啊？哎呦，有够好，你气落去，气落死，气到你头毛那个无半根，你气到死，气到你喙齿那个无半根，气到死。哎呦，好啦，我想你气到遐讲袂煞呢。啊，你吼，敢袂使小吞论呢？你实在有遐鸡仔肠鸟仔肚呢？哎呦，好啦，好啦。师傅啊，你看伊有够苦啦，规岁也不是哦，一直讲啥物我就是我来讲啦，伊若讲了啥物我会吐啦。啊，好啦，你免咧误会吐啦。啊，我互你气到咧。明珠，我甲你讲啦，少安虽然是讲有受到刀光之灾，但是你放心，伊绝对会平安无代志，你莫烦恼嘛。哦，你若安尼，你为什么会变成太师会属兵？莫非你也是甲别分共款，已经挖苦太师？既然如此，你搁来遮做甚物？哎呀，我今日是特别要来甲你讲，只要若有机会，我就会放你走啊。放我走？我亲目睭看到你为太师咧做代志，敢讲我会相信你讲的话是？哎呀，其实啦，明珠你怎关伫咧遮哦？颠倒变伫外口要较安全。我是惊讲哦，太师会将你当作钓鱼，啊，甲纯情啊，啊，甲少安啊骗入来吼，啊，迄阵啊，就代志真正食力咯。好啦，你即摆讲遮尔多拢无路用，因为你即摆就将我放出去。哎呀，明珠啊，迄万项代志都爱天时地利配合，欠一项就拢无法度完成的啊。唔甲我放出就莫讲咁济，你出去，我袂听，出去啦，出去啦！哎呦，我看到你，出去！哎，好，我你这好动的查某啦，我跟你讲啦，到家己当兵，唔知好人心。我跟你讲，伊无咱做这就算，我讲要爱谈，咱出来去，莫出去，出去，出来。明珠啊，
你嘛唔通安尼遐尼生气，你爱小心看嘛，万项代志只拢爱有计划。你爱知影，你即马互关伫这个所在，颠倒是较安全的。你人这么认识，到时阵你若害纯情的去少安兄，若发生什么代志，迄代志就真歹办。好啦好啦，啊你莫生气，啊无阮即马出来去啊哈。出去！莫吵伊啦，莫吵伊啦，好，你若点点啦，走，莫生气哈，啊，真够嘛。太师老早，赤阿婆，你透早就来看真明珠，想要创啥物？无咧创啥，无咧创啥，我只是来甲顺讲迄明珠哦，迄煞白了有暗哦，我惊伊走去啦。都对，嘿，太叔，我倒互你听。好，若讲我你小查某，是小鬼帮有够看，你知无？我若拄则坐入面哦，吼，一直搞骂咧，哇，卡声一直来咧，好可恶哦，把我赶出来，所以我喏，我会插伊啊啦。哎呀，太叔啊，你是咧创啥啦？不好玩呐！三个代志，咱现在就算清楚。如果你无将我心仔底互风向引过去，哎呦，你破坏农会的事，你又要讲什么话通讲？太叔啊，你莫生气啦，你莫听我讲，啊，我都唔知阮咧土地啊足妖怪，也唔知讲迄内底有掺物件，唔知会啉落去啊。啊，你就用你这条命来换。唔得啦，太叔啊，拜托，你了我的命者。我跟你讲哦，我真正唔知讲迄内底有含咧什么药啊啦。我是讲哦，我足喙大，我用甲啉落去。但是讲哦，太叔啊，代志都发生啊，你讲我代志嘛无路用，你嘛无多挽救，敢唔是？无唔对，是你意思无补，但是确认是要农夫心头之恨。在有啊！莫休啦，我知啦。太叔啊，你莫生气啦！我看吼，你搁一摆机会吼，互阮这个土地啦，啊，互伊吼将功赎罪，搁有一摆机会，通我补偿伊唔对啦。嘿啦，拜托你啦！哎，赶紧！好，我就搁再互你一摆机会。对。但是你若是搁再犯错，就唔通怪农夫对你无情。唔敢啦，对啦，你做得哎呦喂，啊，请太叔你指示，我下面要搁安怎样做，阮拢听你的话啦。是啦。明仔载皇上会去天公庙的上香参拜，到时阵会叫萧đình东的随行。萧đình东，你只要将秀云伞和皇上护花就可以了。我做这个代志是我啦。对啦，太叔啊，啊，你就知影阮这土地有一个线吼，我看伊做代志较当样，也是互我来去好啦。唔免，你留在农会身躯边。老有歹听话先讲一声。萧đình东的缺书若是搁再失手无事者，老有就先抬你赤下步。爱你也苦，无爱也苦，两项的心肝，请你放心肝，为我甘袂受罪。我就先抬你赤下步。没啦，那安尼我绝对袂误事的，你放心啦。太叔，参见皇上。皇上，恁七早八早一只，到底是咧参详什么代志呢？哈？这我跟你讲哦，太叔啦，啊，都太叔伊拄则咧讲，都伫遮喊阮两生呢，阮伫遮咧参详啦，敢是讲你要去天公庙拜拜对无？你讲这代志啊？是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！本来店是想要家己一个人前往，但是萧đình东甲店也是真投缘。我考虑的结果，我是希望讲萧đình东陪店斗阵来去。请皇上放心，皇上知影所交代之事，老臣已经向萧đình东的转告了。到时阵，萧đình东的伊会一路好好侍候皇上。萧đình东的，有。对也唔对？安尼，咱就即时出发来。太叔啊，啊，咱敢免需要去保护皇上？唔免。好，唔免，好。以后要做什么代志，拢有自然的决定。好。丈夫受伤，义父，请你恕罪。杨小安真无简单，叫我对调。也毋过，我要处伊性命的时阵，忽然间有人想出安排。哦，原来是这暗地的主人到底是啥？一支伊所酒的红梅精。我早就了解讲，伊要违背太叔。
好啊，伊安尼去做，绝对有伊的道理。猜，拢有一件重要任务需要你去执行。也毋过我已经受伤啊。你放心，你只要暗中军装皇上，等萧叮当的将圣战和皇上复下了，老夫自然会逼皇上，伊写出诏书，宣告你是太子。到时阵，你才成伊。如果若无皇上食失魂散，我会无性命；也毋过皇上若是食失魂散，伊就会无命。哎呦，等我死啊！真正代志断掉了。若无分开，我不知我有车爱你，亲像海水涌来涌去，想你无停止。慢慢也想爱你这呢深，回头的路愈来愈远，爱将站伫倒位？天涯。将惨伫倒来。